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！好开心，很高兴哈！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一章，这一章呢的内容是师父早上一大早起来，我想到过去嘛，很多祖师都告诉我们吉而常照，照而常起，我就联想到说，这个镜子，镜子就像我们的老师。 是我们的老师，他在提醒我们什么，在告诉我们什么，所以我就写一句话：镜子会告诉你啊，镜子会告诉你，告诉你什么？镜子，各位，镜子会告诉你什么？你现在慢慢想。第一，事来则应，事过则忘。镜子嘛，你来了，我就应了，我应马上就你照在里面了。你东西摆在前面，它马上照在里面。 镜子里面有你的形象在里面，好，但是你这个东西拿开了，的影子就不见了。各位，你看它好像物来则应啊，物来则应，物去就不留了，它的影子就不存在了。那么你试过，就是我们换一句，我们现在面对的世间这么复杂的环境，你事情来你就应嘛，你就要回应啊。 要处理呀，你不能回避呀。那我们就要好好去处理。但事过了以后就忘掉了嘛，不要把那些恩怨的、高兴的、喜欢的、不如意的或者不能够称心如意的事情，不要一直耿耿于怀，让你自己产生烦恼，心里面就还一直不平衡。各位，你看这样子无形中。 就困扰不断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要像镜子一样，事来则应，事过则忘。你过去了，它如如不动，也没增加，也没减少。我们要像镜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多有意思啊！好，第二，再胜不增，再缓不减。你是个帝王将相，你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，你来了，我的镜子也是这样。你一个。 贩夫走卒啊，是一个身份很庸俗、很低贱的人。你来了，我也是一样，我还是你来，我还是照样照你；你去了，我也一样，没有减少。但是你帝王将相，我是不是特别欢喜呢？镜子会不会特别欢喜？没有，也没有。你是一个贩夫走卒的，是一个比如说很庸俗的、很低劣的人来，我也不会生气。 你看，我镜子也不会生气，所以再胜不增。你圣人来，我也没有增加；凡夫来，我也没有减少啊。各位，我们要像镜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第三，我把握当下，应无所住。为什么？所有的镜子，你在照，比如说我现在要照这个甲了，我照甲。 我这现在你来了，甲这个人呢出现在我镜子的前面，我正在照他，那我会不会在惦念的乙呢？我这个镜子会不会想到那个乙刚刚照了以后，这个乙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啊？会到底好啊还是不好啊？他会不会去想他呀？不会，不会，镜子不会，镜子不会。所以既然不会，他就是把握当下，应无所住。过去的他不会留在心里面。 未来的他也不会去盘算，他的镜子呢都如如不动，他把握当下，应无所住，应当他没有把所有东西住在他镜子里面，住都是把它停留啊，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，他不会，所以他只有当下该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，走了我就毫不留痕迹啊，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。 不会留在我镜子里面，所以因为没有所住，任何东西都不会住在这个里面。好，这是第三镜子告诉你的道理。镜子再接着讲呢，随眼不变，不变随眼，不变随眼，随眼不变。你看今天如果说是一个红的东西突然间出现红，你照我红，镜子会不会变红啊？会不会？不会。 我是绿色的东西出现在镜子前面，那个镜子会不会变绿呀？不会，不会。各位，它不会变颜色，不会变颜色。那你各位不管它来也好去，该红的就红，该绿的就绿的，
但是我如如不动，我的心不变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随缘。随这个缘，你来的时候你来，去的时候你就去，随缘，我不变，我的镜子不会受影响，镜子永远不受影响，就随缘不变。我不变就随缘吗？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很重要，这是镜子告诉我们的道理。第五个，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啊。极，静静的，静静的，清清静静的，清清静静的，我如如不动啊，如如不动。你看，我静悄悄的，静悄悄的。但是我常照，但是你任何人来，你是人吗？他就人。你是狗吗？它就造出来就是人。你狗啊，你是猫，它造出来就是猫，狗，对不对？你看它清清楚楚、静静的，但是它又能够常照，就发挥它的功能。了解什么人，它照就马上就能够发挥它的这种效力这种功能，它就能够常照，时时刻刻都能够它有它的作用在，还是照样的照你。镜子能够照你，照而又常极，我能够有这个功能，不失去我做人应该有的本分。那我照样的照你，但是我的心如如不动啊，心不受影响，心不受影响，不生气，不懊恼。你是狗来，我也不生气；人来，我也不欢喜。我一样的如如不动，这样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各位，镜子告诉你这几个道理过去主持讲这句话，我心里面想说，应该还有很多道理在，所以我就把它写上去。这一段话，我的体会要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原来镜子还有这么深奥的道理在里面哦，镜子会透过这个镜子来提醒我们大家，你要像我一样哦，不要说也做过了之后，每天就超烦你知道吗？忧虑然后你看每天就这个心七上八下的烦恼不断。你不要这样，你要像我，虽然做了以后，马上就丢开，马上就放下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的镜子永远没有增加，永远不会减少。如如不动，所以我们要向镜子来说：谢谢你，你告诉我这个道理，你告诉我这个道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送这个道理呢，跟大众结个法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